今年一届秋刀游行今仔日举行，因批评政府一直提悬国防预算，还佫有提出1条2500亿的国防特别预算，安尼可能会影响社福、甲教育等等相关的经费。因来民进党是回应讲，面对中国的文攻武吓，台湾一向是避战无求战，会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。 今年一度秋刀游行登场，今年以反政求省为诉求，批评民进党政府一直提悬国防预算，也佫提出1.25条国防特别预算，对两岸和平无帮助，并且会败溃社福甲教育这预算。指出政府应该重视劳动者权益，才法度强化社会。也邀请两大在野党主席陈立文甲黄国昌与会。 特别预算就没有排挤到社福或是教育其他相关预算的可能性。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，投资国防就是投资产业。民进党讲，对着中国继续的文攻武吓，台湾伫秉持避战无求战，提升自我防卫能力，呼吁不应该伫中国威胁之下制造内部的对立。也两方学者指出，中军近年来快速而且大量扩张军力，引起各国警戒，台湾要真小心。战备警巡，现在刚刚讲说台湾海峡内水化。 所以国际社会别的不要说，你光看台海形势，大家认为你不信守承诺，你破坏国际秩序。也伫外交场合，中国是一直乌咱的唱卡。说军咱国加勒比海友邦新闻新大选结果公布，由反对党新民主党获胜，终结友台总理龚萨福24年的执政。由新民主党立场亲中共，并且把主张甲台湾断交，互各界烦恼邦交国国再检讨。台湾与圣文森国共享民主、自由、人权等普世价值，持续与圣国携手推进多项荣邦计划，并在既有坚实的基础上加强双边合作，深化共荣互惠的伙伴关系。外交部讲，咱自新文新大赛第一时间亲自向新任总理传达大总统祝福，强调大胜44年邦谊真深，两国会继续紧密的合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